华视好新闻来看，云林四湖乡的鹿场村有一个3岁郑小妹妹，一家伙仔所住的这个厝是用低调来改建的。土恒希望义工团决定帮因起一间新厝，来自全国各地100个志工拢来斗3工，8月初8就会完工了。郑小妹妹一家人到时阵都有一间安全舒适的厝通住咯。 虽然现场落大雨，不过义工团体弱势起厝的工程，不管透风落雨，拢无法度阻挡。四湖乡鹿场村一位3岁弟兄妹仔，规家伙仔原本住伫低调改起的厝内底，厝已经有50年，状况无好。弟兄妹仔上大的愿望就是会使有一间新的厝。通园希望义工团接到这个个案了后，随家因关心，上尾也决定要起一栋新的厝互因。咱最主要的项目就是讲。 把这弱势啊，起一间因温暖的厝，会当避风避雨，互因会当有对未来有迄个盼望。工程原本5月份就要进行，不过拄好拄到疫情延期到3级的警戒解除了后才开始。这摆有95位对台湾各地义工来斗3工，按算8月初8就要来交厝。因为几乎所有将近一半的个案是在原住民部落，那我自己是原住民，我觉得我可以用我的时间，用我的方式来回馈。我能做多少，我能够影响多少人，我就来做这样。这摆的工程是一位善心人士捐70万来斗3工，大家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就是希望给3岁弟兄妹仔一个更加有希望的未来。